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福音講到耶穌仲喺度同人講嘢嗰陣時，佢嘅媽媽同兄弟嚟到外面，想同佢講句說話。有人同耶穌講：你嘅媽媽同兄弟喺外邊，想揾你啊。耶穌就答佢哋話：邊個係我嘅媽媽？邊個係我嘅兄弟？跟住耶穌伸手指住佢嘅門徒話：睇下，呢啲就係我嘅媽媽同兄弟。因為凡係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，就係我嘅兄弟、姊妹同媽媽。今日耶穌講嘅說話聽起上嚟好似好挑戰性。點解佢會問邊個係我嘅媽媽同兄弟？耶穌唔係唔愛聖母媽媽，佢係想教我哋一個超重要嘅真理：天主嘅家庭唔只係血緣，而係所有願意遵行天主旨意嘅人，即係話人人都可以成為耶穌嘅家人，唔需要背景，唔需要資格，只需要一個願意跟天主嘅心。所以耶穌指住門徒話：你哋係我嘅家人。其實佢都係對我哋講同一句：你都係我嘅家人。我哋反思一下，我覺得自己係耶穌嘅家人嗎？我生活裏面有冇真正想跟隨天主？我可以用咩少少行動表示主，我願意做你嘅子女呢？親愛嘅耶穌，多謝你唔只係天主嘅兒子，仲願意叫我做你嘅弟兄姊妹。求你幫助我，唔係淨係口講相信，而係用個人同行動去愛天父、愛人，實行佢嘅旨意。俾我記住，只要我願意跟隨你，我就永遠都係你嘅家人。阿們。